主任，小朋友矯正牙齒好似效果唔好，係咪因為醫生嘅水平唔得？我應唔應該話俾佢知，千祈唔好一嚟就怪醫生，效果唔理想，好多時係多方面原因造成嘅。首先係小朋友嘅配合度，矯正過程需要戴牙套、咬膠，甚至掛橡筋。好多小朋友覺得唔舒服就偷偷除咗佢，或者唔跟足指示佩戴。要知矯正器每日需要戴夠時間先有效果，成日擲低只會大大影響進度。而且矯正完之後仲要戴固定器嚟鞏固效果。好多小朋友怕麻煩唔肯堅持戴，好易搞到牙齒打回原形，之前嘅功夫就白費晒。當然，醫生嘅方案設計同技術水準都好重要，但家長同小朋友嘅配合先係矯正成功嘅關鍵。建議家長多啲同醫生溝通，了解小朋友嘅矯正進度同注意事項，同時監督好小朋友做好日常配合，咁樣先可以令矯正效果更理想。唉，算啦，我仲係話俾佢知啦。